过来消息来看，桃园有一台乌宝载人客哦，驶经过中立高铁南路的时，机场直运的铁轨路顶头哦，所有大板的树泥条落落来去撞到车。直运公司表示讲哦，可能是长期拍力老化，7月已经开始来替换做白铁的零件，嘛会加强来锁护安哦。即马嘛会先规条路线先顺一遍，送去的就先换掉。车驶伫咧路的，突然间有一个大型的物件对顶头摔来，撼到1年外一个挡风玻璃。代志发生伫咧中立区的高铁南路一段机场捷运高架桥下骹。迄当阵，即台 Uber 司机甲人客拢惊一个，因讲万一落来即个物件是定的，有可能甲挡风玻璃撞破，撞到人，也好加在毋是撞到奥多拜。当时我有在乘客就吓一跳。玻璃没破，就引擎盖有点小刮伤，还好当时车流不是很大，不然紧急刹车的话可能会有追撞。对有物件落来撼到车，同捷运公司讲有随主动联络车主慰问，调查结果落来物件是桥的伸缩旁积水带，主要是要甲河水倒入去排水系统。因为树林年久月深，日头晒了，楼气脆化，也强调积水带落来是第一遍发生，会全部拢换做白铁啊，而且还锁好安。那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会先检查，这个有风险会掉下来的，我们会立即拆除。提升这个整个一个捷运行驶的安全的话，我认为是有必要的。那当然，最重要的是还是要它的后续维护一定要落实。积水带拢已经慢慢要换做白铁的材料。土质公司讲，自7月就开始换装的专案，因过因为这边落来意外，伫10月底之前会先全部拢顺一遍。若是有可能落来就先换，因过因为暗时车拢收来轨道断电，只干3点钟会当时间，全线2200片拢要换好，可能要2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